家己互人叫做是家长窟，在地嘉义自治宫真如堂是嘉义地区创立上界早的家长堂。为了要让民众了解到家长的文化，民俗研究者温宗汉带领团队用8年的时间，翕一部纪录片《对手》，来探讨这传承百年的家长文化要安怎面对新世代新潮流的挑战。无一定，最少咱有改变伊对北家长的刻板印象是无好的。家己自治宫真如堂的前辈，真无奈讲出社会对家长的观感。这出合作对手的纪录片，用家己市有100年历史的家己真如堂北家长做主角，紹介家长的文化、家长成員講出因的心聲，嘛希望改變社會對家長的看法。社會大眾對普遍對這個家長吼是有一種足深的一種歧視伫遐。希望呢透過影片有一個新的看法。咱希望講大家伫個這個紀錄片內底會使看到因專業的迄一部分。傳統家長館吼，其實對家長囡仔吼，也是學生也要求足懸的呀，其實足嚴格的，並不是像一般的社會大眾想的這樣子。這出紀錄片描寫家長成員之間互相一對手，兩人一組鬥打，感情自平常時就要開始培養。家長團的導師就指出，這港的家長訓練非常嚴格，即馬輕學的少年囡仔嘛愈來愈少，文化的傳承有真大的危機。看到內底一家就這藝術團隊跟政府合作，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目標，這樣子對家長的形象啊什麼。那我就都來改善甲幫忙，安尼就好嘿。哦，伊只要若電頭提面囡仔嘛講家長，只要若交電頭行做冤家就是家長。講家長做無辜就是安尼啊。伊若講對邊仔耍伊有可能的啦，若講落去裝別幾工嘛。你這樣伫遐別幾工，因就可能就安尼無，因無法度接受。紀錄團隊用8天的時間完成製作了後，即馬開始伫學校也是社區來推廣放送，導演嘛邀請真如堂的成員來到現場，分享影片以外家長的故事，希望讓民眾會當偷偷來認捌家長的傳統技藝甲文化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